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11月初5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美国总统大选上新的消息。目前双方也未证出结果，也毋过伫关键的竞争激烈的威斯康星州、密西根州，拢是拜登选赢。目前拜登的选举人票有264张，暂时赢川214张。川这边对开票结果有疑虑，按说要求重新算票。目前也有5个州票数拢真瓦紧，嘛还未开出结果。关键摇摆州威斯康星4号案，这位选务人员由警方保护，将当地上新的选务结果文件送出去。有10张选举人票的威斯康星，本来是川普领先，尾下颠倒是拜登超车。川普这边讲，就来真侪阵违规计票，因对结果有怀疑。I think that it's insulting to our local election officials. Every piece of data is publicly available. And so there's no opportunity to add additional votes to the tally. 川普伫另外一个关键的摇摆州密西根，也是自一路领先颠倒予拜登超前摕到。密西根有16张选举人票，川普对突然间变盘，伫推特即期开票的结果，讲真奇怪，已经提出诉讼，也要求密西根州停止计票。We have many secure protocols in place to confirm the validity of every ballot, and in fact, that's why the process takes so much time. 川普随时伫白宫开记者会，提早宣布胜利。不过因共和党家己的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诺，也有前纽泽西州的州长克里斯蒂等人，对川普这边的做法无认同。此嘛，也有真侪关键州，比如讲北卡宾州的选举结果也未出来，选务单位讲会开始计票，不过要时间。记者综合报道。这摆美国总统大选投票率嘛创下新高，因为选前有影竞争，加上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也有种族议题的滚价，拢有刺激这场选战。外界嘛有人烦恼讲，伫选后美国有可能会出现暴动，也是抗争。那嘛有参选美国总统的 rap 歌手肯伊斯威特，一票当选，就随宣布伊败选，而且可能4年后伊讲要搁选。参选美国总统的歌手肯伊斯威特，甲伊投票的过程翕来。Yes,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very much. 肯伊斯威特当然是投予家己，不过其实伊敢若得到12个州的选举资格，就算甲这几个州的选举人票拢加起来，也无到270张的当选资格。所以半工内，肯伊斯威特就伫推特家己宣布败选，也暗示伫4年后也会出来选总统。伫北京外口华盛顿特区的大楼顶，有民众伫咧示威。投票日的半暝，这群人伫咧黑人的命也是命的广场，就摕着川普潘斯激拗的标语来抗议。为了要防止选后因为结果不明等原因引起暴动，真侪州拢要求国民兵提名协助维安的任务。红城芝加哥所在伊利诺州，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已经胜出，不过芝加哥的街仔路是真紧张，因为芝加哥伫今年热天经历过弗洛伊德事件，发生过几多遍的暴动，业者也会担心，所以有人无营业，有人强化店面的防护，路的四围拢看到警车伫咧巡逻。市政府讲，不管选举结果如何，市民一定要冷静。We're just boarding up the store, getting ready for elections. We don't know what will happen, so the store's getting ready for breaking in, rioting, all of that stuff. There's a lot of energy around this election. There's a lot of people who are very excited to cast their votes. Whether it is from frayed nerves from COVID, from some of the racial justice protests from earlier this year, and from the nature of this election and the candidates involved, I believe there is more tension not only in this election but also this year generally. 伫选举投票日即天，内华达州发生一件枪击案，包括枪手在内4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原因还佫伫咧调查。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选举，全世界拢关心，咱台湾嘛同款。总统蔡英文昨昏伫民进党的中常会表示，民进党甲美国2个主要的政党拢有往来，无论谁会选赢，拢会继续甲美国合作。有学者嘛分析讲，无论谁调，做伙对抗中国这个方向应该是未改变。美国总统大选开票也当咧进行，是民进党的主席嘛是总统的蔡英文，才是伫咧中常会针对台美的关系，讲尤其伫咧美国大选的部分，蔡总统强调讲，无论执政也是在野，民进党都甲美国2个主要的政党有交往的经验，将来嘛会持续深化合作。现阶段，美国主流民意对于台湾的支持是相当稳固的，我们会持续深化这样的一个支持的趋势。
蔡主席也进一步表示，作为执政党，不论美国是哪一个党执政，我们都有责任来全力跟美国政府深化合作。美国开票也当咧进行当中，大选的结果牵连到美国、中国甲台湾的关系。学者分析，美国即马认定中国是威胁的方向，会有相大的变动。不过要注意的是，无论川普或者是拜登当选，接落来甲中国的对话一定会增加，也若对中国甲对台湾的政策一定会有调整。国安报告都把大陆视为长期的威胁和挑战，这一点他们不会改变，甚至于拜登他们都可能都会接受。但是在做法上的话，假如他过去4年的效果不彰的话，他做某种程度的调整也是可以接受的，也可以预期的。不管选举结果是什么，美国和中国大陆的官员的接触会比过去要增加，不管是避险，或者是为了要双方处理双方共同必须要关切的问题，有这样子的交流或者是协商的时候，他们对于如何处理对台关系的敏感度就会提高。正大国关中心研究员严进生嘛指出，美国反中国的情绪是两党的共识，甲无共智库的共识，还有政府甲立法部门的共识。若是拜登当选，美国会重返多边主义，重新启动 CPTPP 等等。台湾若要加入世卫组织，有美国伫咧内底会较有力。若是川普连任，敢会是共一批的官员会持续来支持对抗中国的政策，都要搁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天气。气象局针对今年第20号的轻度风台闪电，伫头大8点半已经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咱来看上新的分图。第20号的风台闪电，看起来应该是会行伫巴士海峡偏北，较靠近咱台湾，继续往西边行去。气象局伫头大8点半已经发布海上风台警报。不过，咱今仔日的天气也未受风台的影响，颠倒是因为东北季风减弱，所以各地温度会小可回升。低温大约是19度到21度，若伫北部、东部高温有27度到28度，中南部高温有30度。因为水汽较减，只有基隆北海岸、大台北的东边依然有阵雨，其他的所在拢是侪云到好天。不过明仔载就无同啊，明仔载受风台外围环流影响，伫北部、东部雨拢会变较明显。空气品质的部分，今仔日伫本嘉南、高雄、屏东空气品质拢是甘仔式的级数。甲乡亲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美国总统选举战甲真激烈，咱政府嘛集中咧看开票的结果。总统蔡英文表示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嘛继续甲美国合作，争取主流的民意，继续支持咱台湾。来看自由时报，内政部按算伫明年要全面换数位身份证，中研院有招国内外学者做伙做政策建议书研究小组，因讲数位身份证的晶片设计甲生产，也有软体，拢有真严重的国安风险。建议政府爱先解决问题，才甲身份证换做数位的。目前这个政策应该成重点。来关心中国时报，明年开始，咱政府要开放有3百种的美国猪肉进口。台北市议会昨昏3读通过食安自治条例修正案，台北市禁止卖有3百种的猪肉。若国民党台北市议会党团是表示讲，行政院一定会讲这个自治条例是无效的，所以国民党团嘛已经按算好势，要提出大法官解说。昨昏，咱国内新增加一个对波兰大病入境的确定病例。疫情指挥中心嘛宣布讲，对后礼拜1 11月初9开始，要加强入境的检疫措施。若年底要到尾期减通复办。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讲，只要咱无本土病例，应该是无问题。国内新冠肺炎的疫情新增加一个境外移入的病例，个案是台湾招20外岁的女性。今年9月16，甲2个同事去波兰做工课，10月25，三个人做伙返来台湾，入境的时阵无症状。这个个案伫居家检疫的期间，出现几个人肾抖抖、扫、脑痛、鼻无芳臭等等的症状，去互医生看采检了后才确诊，目前住院隔离治疗当中。个案发病前2日跟住院隔离前就在宿舍里面居家检疫，未与他人接触，所以没有匡列接触者。因为新冠肺炎的疫情要伫国际关卡，11月份以来短短4天，国内就新增加13例境外移入的病例，所以指挥中心宣布会强化入境检疫措施。
为后礼拜1 11月初9开始，入境有症状的人，或者是过去14天有症状的旅客，爱伫机场做2届采检，若是阴性，而且症状有转好，经过医师的评估了后，就会当去处理，或者是去防疫旅馆做居家检疫到期末。单一次采阴还是会有伪阴的问题嘛，那所以我们医院一直都是用采2次，才确定他不是，才会回到一般病房，或者是才让他回家。因若年尾买个活动，但市长表示，除非出现本土而且无法度追踪的病例，若无面对集会活动的人数有限制，只要甲徛名册、挂喙安、防体温做好，企业的买个也是会当照常来举行。本土且没有办法追踪它的一个来源的时候，或者有多发性的一个社区传染的时候，那我们会做人数的限制。但市长强调讲，秋冬的专案可能会比较集会游行的指引，不过详细的方案还阁伫讨论当中，嘛会甲地方政府沟通实施的可行性了后，才会公布。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东洋这间公司之前有提到德国 BNT 新型冠状病毒预防车伫台湾的授权书，不过这间公司佫向宣布讲因无法度代理啊。以前指挥中心是表示讲，台湾东洋连上届基本的正式授权书甲合约的草案拢摕袂出来，才会讲无成。顶个月则召开记者会，宣布独家摕到德国 BNT 新冠疫苗伫台湾卖，有条件授权书，无受到台湾东洋公司初三暗时就是宣布，经过20多天甲 BNT 卫福部疾管署协商讨论，双方对疫苗数量甲计效讲袂完，所以谈判破局，无到如期代理疫苗来台湾。不过，疫情指挥中心是讲袂成的原因，其实是台湾东洋连上基本的 BNT 正式授权书甲合约草案，拢一直无法度提供，所以讲无法度去讲落去。机会总是都有的嘛，不要继续谈。谈不拢是怎么样？当然有很多的细节需要去谈。对此，国内专家烦恼，德国 BNT 是 RNA 疫苗，即阵互外界评估是上紧成功上市的新冠疫苗之一。咱国顶半年若是抢无疫苗，下半年要抢到疫苗的机会，因讲是无什么希望。如果东洋这个事情没有办法成功的话呢，就是我们少了一个疫苗的来源啊，那我们就必须靠 COVAX。那 COVAX 呢，明年的供货呢，到底能不能供货，还有能供多少，现在其实是非常不确定。指挥中心强调，虽然协商无成，无一定就完全买无 BNT 疫苗，也会经由其他管道积极争取，也会利用新冠肺炎疫苗全球输入机制 COVAX 来采买，包含国产疫苗也拢在争取中。而进前为代理进口新冠疫苗，离估计创下近3年来上悬的台湾东洋，初时早起因为无法度如期代理，估计开盘跋停。有国民党议员质疑东洋有炒股嫌疑，但是中讲金管会会查，不过东洋发布的消息无夸大不实，是一般就市公司的模式。伊强调未建议金管会去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继续咱来关心美国总统大选。目前已经有45个州开票开刷。美国总统 Trump 摕到214张选举人票，暂时是输予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拜登。拜登目前是摕到264张选举人票，差6票，伊就当宣布正式选赢。来关心几内竞争激烈的州目前开票的状况。最新的统计包括佛罗里达州、俄亥俄州拢是 Trump 摕到，那乔治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宾州目前 Trump 暂时冇较赢面。另外，伫关键的密西根州，拜登是以49.8%的得票率成功摕到16张选举人票。搁有威斯康星州嘛是拜登选赢，不过 Trump 已经放掉讲要求威斯康星州重新算票。那亚利桑那州目前嘛是拜登领先。美国总统候选人拜登伫今日透早伫2大关键的威斯康星州甲密西根州，伊拢成功选赢。目前拜登的选举人票已经摕到264票，暂时赢川普214票。拜登即马敢若剩差6票，就会当宣布伊选调。拜登伫头拄嘛甲伊的副手何锦丽做伙开记者会，讲伊相信中期尾伊会选赢，会成做后一任的美国总统。咱来听拜登详细的讲话。And their will alone. And now, after a long night of counting, it's clear that we're winning enough states to reach 270 electoral votes needed to win the presidency. I'm not here to declare that we've won, but I am here to report that when the count is finished, we believe we will be the winners. With all the votes counted,
这是拜登头大上新的讲话，继续来关心今年美国大选唔拿选总统，参议院100席当中嘛要选35席，众议院435席是全部拢改选。另外，阁有11个州的州长，甲2个美国界管的属地总督嘛拢要做改选。这是美国科罗拉多州联邦参议员。在国会推动犹太法案的主要人物之一，共和党籍的贾德纳，伊伫2014年期中选举成功换跑道，为众议院转入参议院。这摆任期届满，面临改选，败给民主党籍的挑战者斯肯鲁普。阿拉巴马州的民主党籍现任参议员琼斯也连任失败，由共和党籍的退伍海军少将杜博威尔挑战成功。民主党确实要单独伫参议院过半，都要为共和党手中摕4席。啊，不过目前除了科罗拉多、亚州亚利桑那州如愿，扣掉被共和党提走阿拉巴马也可能失去的密西根州，民主党至少爱阁摕3到4席。啊，不过为现阶段情势来看，民主党参议过半机会是真低。另外，连任成功的麦康诺有希望继续担任参议多数党的领袖。Tonight, Kentuckians said that challenging times need proven leadership. And our nation will need Kentucky values and Kentucky ideas to defeat this virus and regain our footing. 在众议院方面，被总统川普公称笑叫做"四人帮"的4个民主党女性议员，纽约州的亚利桑那科特兹、明尼苏达州的欧马尔等人，这摆拢顺利过关连任成功。虽然真侪选区也在开票，不过民主党籍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对维持多数地位充满信心。But I'm here just to sing the praises of our House Democrats and our candidates, not just in terms of numbers. It's not just about the quantity. It's about the quality of leadership that they provide for our country. 在政治版图无成过大的变动之下，未来分别掌握参众两院两大党要如何甲北京方面妥协甲合作，来解决美国的疫情甲经济问题。可嫌正拄要开始。记者综合报道。中国阿里巴巴集团占33%股份的蚂蚁科技集团，本地要伫上海甲香港上市，煞向变卦。有人叫讲是集团的头人马云去指使着中国政府，因为伊有互监管机关找去约谈。全球上大 IPO 高协集团上市案被法庭，上海证交所打出公告。既无符合上市条件，甲信息无清楚，提出暂缓。不过各界拢在有就可能是集团实际控制人马云，伫10月24日在上海外部金融峰会一场演讲打红线。未来的比赛是创新的比赛，不是监管技能的比赛。现在世界各国一个比一个狠，发展都是空的，但是不许这样干，都是刀刀见血。为进来检测监管过度，欠佳互金融科技无法度创新发展，被外界解释是违背中国政府。金融脱离实体经济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金融不能走投机赌博的歪路，不能走金融泡沫自我循环的歧路。官方认为，金融业者应该坚持服务实体经济，搁加强风险监管，政策方向甲创新突破的高协集团无同。然后，马云甲集团董事长、总裁3人拢被约谈。中国证监会网站第7日打出新闻稿，大标题写4大部门联合约谈。短56字的新闻稿，互持股33%的阿里巴巴集团股价大600%，就算旗下支付宝全球用户超过10亿，有这么大城市加345亿美金的资金，高协集团上市，有关挡袂过官方强势态度。记者综合报道。虽然咱关心即马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在增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4800万例，死亡人数有122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1例，目前咱台湾计共568例，中国的病例有86000例，香港有5300例，日本是超过1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979万例，印度超过831万例，巴西超过556万例。
伫欧洲的国家，西班牙超过135万例，法国超过159万例，伫英国嘛超过110万例。前几天啊，土耳其西部发生规模7个大地震，虽然经过5天啊，也毋过有传出好消息，有一个查某囡仔互救出来，毋过伊妈妈不幸归亡。在调查会，查某囡仔爱达互讲出来，现场开始拍破啊，嘛建造了救援现场的士气。土耳其西边的爱琴海岸，正发生了规模7个地震。在土耳其救援队几日间无休困的救援之下，在超过救援黄金时间，在当了91点钟，救出了这名查某囡仔。Diğer kolun oynuyor mu? Oynatabiliyor musun? Çıkartabiliyor musun yukarıya? Tut bakayım bu elimde tut bakayım diğer elini. Diğer elin nerede? He? 救援队是伫爱达出来灶骹发现伊的，当时伊的声音是真细声，互土耳其救援队一度抓准讲添吊起，一直到现场全部点无声音，才确认到获救的声音。 Eli gördü. Biraz daha açtığımız zaman Aydan bebeğin yüzünü gördü. Mutfakta buzdolabı, beyaz eşyaların ve ankastre fırının oluşturduğu bir yaşam alanında gayet güzel bir şekilde o zeytin gözleri, o güzelliğiyle 爱达互人救出来时阵，要求啉水加优酪乳饮料，佮问到妈妈的下落。只是甲伊做伙受困的妈妈，互人发现时阵已经死亡。好在在伊的爸爸甲阿兄伫地震时阵并无伫厝。 离中美洲是发生风灾，4级的飓风伊塔用每点钟240公里的速度接近尼加拉瓜的海岸。如果伫当地测试会登陆北部的城市，佮向洪都拉斯刷叮当。这是飓风还未登陆，就已经造成加勒比海沿海城市4界是淹水，大树甲电火条倒去，佮有面体厝顶互掀起来，黄土水是阻碍交通。目前洪都拉斯已经有1名13岁查某囡仔因为土石流过身，尼加拉瓜是有2万人撤离到避难所去住。记者陈世东报道。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欧洲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恶化，英国对今日要开始封城，上无会封1月日。大批伦敦的民众伫封锁进前，赶紧伫酒吧、餐厅聚会，人是规大阵，颠倒出现大规模的群聚。来看美国总统大选当日开票，市场关心的美国总统谁会选调？目前拜登是领先川普，4大指数全面收红，道琼指数收盘起367点。来关心今年的美国大选有100几项公民投票的公投，根据统计，上无有124个提案。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嘛，系关系台海局势。为着要注意中国解放军的动态，国防部表示，即阵拢有严厉在做监控。另外，美国国务院嘛宣布讲，国要卖武器予咱台湾，总金额是新台币177亿。这个消息一出来，是随引起中国的不满。乌鹰直升机测试出现在浙南大学所来降落到操场，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602旅最近在保利进行战备周操演，官兵展现平时训练成果，真正完成直升机的改装，和直升机达成战力防护加保存。好，很棒。另外，一方面，超级目镜蛇攻击直升机是降落在苏港国小，真侪老师学生头一摆接近看到战机，小钱来翕相。军方也安排飞行员回答问题，予囡仔了解保家卫国的国军装备。M11档自走炮一段路走真紧，解手飞弹车部署到飞弹阵地，而 CM11战车接到命令，准备对空降敌人发动攻击。陆军机部333旅在屏东展开反空降作战，包含43炮击部、39化学兵群、54工兵群共同演练。39化学兵放烟幕，54工兵群是架设铁网。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即要公布，会牵动大海两岸局势。为了防止中共威胁进犯，国军在各地密集训练。参谋总长黄树光更加传出进驻衡山指挥所，密切注意解放军的动态。总统也特别提醒我们，要提高警觉，要加强各方面的一些应处的作为。何人会进入衡山指挥所？
都按照应处的程序来做我们相关的准备都已经完成。严德发强调，台海情势出现变化，每天拢有人出入行山指挥所。另外，美国国再展现支持台湾立场。美国国务院宣布，对台要卖总计171亿大票4架 MQ-9B 海上卫星无人机予台湾，渴望在1个月了后正式生效。这个海上无人机有40点钟的稳定低空能力、自动识别系统，会用大大增加咱国的侦查能力。这是川普总统任内第10度，也是美国政府在2周之内的第3度提供我国重要的防卫性武器，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中国感觉真不满，要求美方撤销对台军售，也讲要做出反制行动。最近解放军一直派遣军机，也甲军舰侵扰咱海空域。海军今年出海对应中共舰艇有1223摆，比去年增加406摆，显示中共继续对台湾一直拍消耗战。严德发也讲，每天拢有30架以上的中共军舰伫南海活动，国军会伫西南海域有相对作为。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中央大学对马来西亚来台湾读大学的查某大学生，伫咱台湾被杀害，家属伫昨昏是查囡仔骨灰转去马来西亚。面对这个案件，是逼出警察进前有人报案，警察却暗藏事实。台南市的警察局长即嘛是表示讲，若有人去食案，一定会严办。手捧查某囝的金刀翁啊，表情沉重。马来西亚女大学生的爸母来台湾处理查某囝的后事，经过4天3暝，测试就坐飞机转去，也应白这个伤心的所在。互国内外真条件治安案件，校园安全是检讨重点。台南市府开1029扩大校园安全汇报整合警察局、教育局、公务局这单位。尤其接到校园通报有特殊性癖的个案资料，会互相连接。过去有这样的前科的个案呢，我们会把它这个列册管理。如果说中间有再犯之余者我们不排除这个就应该要进行精神上的疗养，或者说进行一些医疗行为。另外，刚好女大学生报案无开3年多，警方被批评这案，台南市警察局长将拥无可能正做的一个处罚对象。这是早起第2回备询时，伊强调，若果发现有任何隐秘报告，相关干部会严加处罚，严重人马上调离职务，搁伫承诺书顶悬签名。我觉得要让基层的同仁他自己觉得我根本不必要吃案。对。所以吃案是不必要，对，不必要吃案，因为你受理嘛，你也没有，我们也不会要求你一定要破案。主要我在台南市服务的一天，我一定会好好尽全力带领我们台南市的警察局。好，这个真正把我们同仁成为是台南市民的保姆。面对外界检讨的声音，台南市府每一个部门拢全面检讨。黄伟提强调，外界批评台南市府虚心接受，未来积极作为，希望重建市民的信心。记者综合报道。这件代志嘛，引起众人在关心校园的安全。教育部表示，已经要求各大学伫2礼拜内重新巡查校园敢有治安勘碰。那台北大学因为骹手较严，所以即马嘛招学生做校园的巡守服部队。去扳他的手指，把他手指扳开之后，然后到这边。学简单的防身术，了解巡逻甲护送同学爱注意的事项。台北大学3个校区校园护送服部队，测试暗时8点正式启动。我加入的主因是因为我看到像是长荣大学的这个事件，我觉得我们身为学生有义务来站出来保卫一些半夜然后半夜回家一个人单独回家的同学。12个查埔队员，拜1到拜5，也有礼拜暗时8点至10点分组巡视校园，10点至12点，只要有老师或者是学生提出需求，就会当陪因回去宿舍，或者是行去大门。基本上有这样凶器的，就带着他跑，因为我们自己能力也有限。但是如果就是遇到是那种可能能处理的状况，就一定会去处理。成立护送队以外，学校已经甲北大派出所合作，确认学校附近巡逻的重点拢总有6个所在，可比真侪学生惯势行的国际二街边仔的门。路灯上面虽然非常的足够，但是还是担心有单独的一个同学在这边要夜归的时候，他的安全性。在建德那后面，然后晚上好像很暗，然后听说有是奇怪的人
变态在那边，就是好像有点危险。学校甲4库里啊，敢也有安全的疑虑，教育部已经要求各间大专2礼拜内爱中心检查，而且提报，比照中小学全面建立巡查的热点。也若部长潘文忠提醒，爱加听学生的意见。学生整天就在校园内，就在学校周边，他们最容易了解到哪个地方，光走过去就会觉得心里怕怕的。潘文忠伫咧部务汇报指数的时阵讲，希望马来西亚接入学生的命案，让大家当学着驾驶，建立好的反应机制，了后会甲内政部做伙去校园较宽、地点较偏远的大专，搁做相关的清点，强化校园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市上水的区间车 EMU 电车，拜二时伫花莲试运转的时，随试出问题，发现故障。车身测到一条青线代替拄尾的电联车，拜二对花莲站出发进行试运转，却是发生接电的集电弓无正常事件。其中的 EMU 901变速第3车集电弓碳刷破去，第6车甲第8车集电弓变形，代替派出电力维修车巡查，确认电车线无歹去。山内新电联车互开登去7度机务单，伫拜3甲原厂以及第3方认证机构共同会勘，初步调查是电车集电弓的上扬压力伤悬，才伫行的时阵去弄到电车线，会由原厂来进行更换。所以能够发现，我觉得是值得肯定。那现在找出原因，来解决。那我们本来这个试测的阶段之后才会展开未来的试营运。事发了后，代替暂停新车试运转，全面检测甲调整集电弓压力。未来一直恢复汽车了后，增加中途停车检查点，确保安全。尤其是普悠玛列车伫验车时也捌出现争议。运安会表示，虽然试运转发现问题，不过这不是属有事故案件，会提醒代替爱落实检车的标准流程。没有列在我们的通报范围，因为它没有在营运。台铁局、铁道局呢，都会有以前的经验会把什么验收的过程做得比较落实。根据代替即摆甲厂商签的采购契约 ，EMU 900型电联车到台湾了后，爱在代替人员甲独立验证机构共同见证的80天内底总计完成连续60天无停一直试运转，期间若出现原厂造成的车辆问题，一律由厂商改善，不用收另外费用。即摆运来台湾的有2台电联车改善集电弓问题了后，恢复汽车有计在明年过年正式投入营运。记者综合报道。南投水里的民生桥防立做有危险的桥，政府打算要拆掉重启，也毋过有一部分伫私人的土地顶悬，地主也未同意，所以这项工程也无进展。公车慢慢开过，边仔要游览车伫咧行。南投县水里乡的民生桥连接水里火车站甲水里乡公所这机关，是水里乡市区的重要桥梁。也毋过在1982年完工启用的民生桥，到即阵已经30多年啊。长期受到溪水冲流过，列做围桥。南投县府规划拆除重建，对此当地民众真支持，希望会使有安全的桥沿行。能改建是比较安全的，对民众这样也有个保障。这样桥梁是有加固的必要性啊，这部分当然我们也希望给居民一个安全的行走空间嘛，所以这部分公所也是乐见其成。民生桥的重建工程，南投县府已经向内政部营建署争取到7000多万专业重建经费。不过因为桥头有部分属有私有地，县府也未甲地主达成共识，工程进度目前卡伫遐。地主讲，县府应该以内政部法定程序来办理。私下征收啦，还有要请估价师啊，他们都没有按照程序了，还有要办公听会啊。办理2次公听会，1次协议架构会议，然后以协议架构或征收方式来购买私有土地，让这个工程能够顺利进行。等完成所有土地之后，我们就办理开工。南投县府强调，会尽力甲地主协商完成法定程序，希望能伫年底前顺利发包。工程到估计有计111年完成重建，让民众拥有安全的桥通行。记者综合报道。龙田水利会伫今年改做龙田水利署，因为欠水的关系，所以就宣布讲，伫土地庙被的农地停止压水引产。农民昨昏市区行政院抗议，因是不满欠水的时，农业拢互牺牲大胜。这个是根啊！政府
是根啊，农业是根啊。真紧等收成的稻啊，即马大大死去。冠军美得主新竹农民陈秀喜提打时的稻啊，表示真歹接受农委会无预警宣布土地表农田停灌，互伊辛苦种出来宝贝去了，即马恐惊甲人提去做饲料，伊安尼食袂落也困袂去，心底地会。现在这个稻子已经到了嘴唇。 我们的政府一声令下，把水关得死死的，我的心啊在淌血。得病的农民甲全国相关团体去行政院抗议批评欠水是天灾，停灌是真好。不管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正式讲，全面配合经济部决定，农民愤慨农委会无敢参详，就将水全部转让出去，批评先挂牌农田水利署归去改名农水专用署。 这一次的一个农田水利署扮演是什么角色？变成是一个农水转用署，直接把水转出去给别人用，这样子对吗？农委会表示，这是56年来水库第一摆因为无防太欠水，为7月就开始运行。做安尼决定是要确保到明年5月进前，民生甲公共用水无受影响。目前的水资源，就算全部拿来供农业灌溉的话，也是不够的。这个部分是政府相关部会都经过很慎重的考虑做的一个决定，而不是说农方这边单独听命于经济部。农委会强调，民生用水已经夜间减压，工业也爱减少用水。不过农民表示，因爱不是补助，是尊重。只要一欠水，就替农民开刀，因拒绝一直被牺牲。记者综合报道。 之前伫台东的红头树发生有一台已经报废的发财车，阁互民众摕来驶。若驶车顶的物件是拉落，害一台奥多拜出车祸，其中有一人不幸死亡。有人就批评讲，这款无挂车牌的车，伫红头树真多，希望相关单位爱管理。 警察摕到翕相机，对着面前一台红色机车翕相修正，每一个所在拢有翕到。离警方目标也有一台蓝色的小货车，后道也欠一块车闸。就伫顶个月，这两台车发生事故，造成一人受伤，一人死亡。自小货车驾驶行驶中，货车车斗侧板突然松脱，导致对向的死性驾驶闪避不及，遭突然松脱的侧板撞击胸部，送医后不治。 事发当时，一个40岁查甫人骑车载女朋友去唱水，甲一台货车回车时，对方的车闸落落来，讲到查甫人的胸卡，送医了后死亡。经过相关单位调查，肇事货车是早已经报废的车。这个死亡车祸也引来网友伫面说讲，其实咱苏岛上常常有汽机车无挂牌上路情形，常常看到。有海驶的一些状况，在维护上也是一个问题啦。那他们会觉得，是不是？ 在车辆的使用，他为了求方便，然后他就这样来行驶在公路上面。台东监理所讲，由离岛常常海上天气无好，造成交通船无法度航行。监理站要派人去没收报废车，处理上有袂少困难。不过会加强甲警方合作，管制报废车辆。根据统计，今年咱苏甲绿岛已经取缔将近40件无牌照进行。警方呼吁民众莫开无牌照的汽机车上路，若是违规，相关的罚1万块。若报废的车辆当场没收。记者综合报道。 皮狗戏是传统的戏剧，不过即马已经豆豆衰微。伫云林岛南有国口啊，即马是专工请老师来教囡仔做皮狗戏团，教囡仔来做戏。皮影戏嘛叫做皮戏、皮狗戏，民间相传皮影戏是300年前为中国潮州传过来的，伫台湾南部是发展甲真兴。有一个称谓叫做中国最古老的电影，它不像布袋戏可以往后面伸展，但是也是因为它有相关性，所以容易聚集更多的眼光跟专注。不过经过时代演变，皮影戏就甲歌戏、布袋戏、咖喱戏同款，渐渐衰微，即马就开始行入校园，让他们能够展现自信，也学习很多古今中外的一些
故事、民间的传奇。伫咧婚林斗南的中共国小配影戏团，若是希望学生会当传承配影戏的功夫，嘛毋忘透过做戏，互囡仔认捌传奇故事，也培养合作的精神。本来还不会抄偶，也背台词也很烂，但是之后老师开始教我怎么抄偶，怎么转身啊，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团队合作，只要有一个人没合作，我能保证你这个戏一定不好看。一个传统戏剧因为即马庙埕减少，无舞台通演出，也因为科技进步，无引过遐济观众支持。毋过，遮个做戏人有愿继续拍拼，转换路线，要互传统戏剧重新搁伫现代人的记忆当中定睛生炭。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一个家己大的阿嬷，名叫做陈宝珠，英国是唱歌戏的演员，伊一正少年过去，照顾伊的民间团体知影了后，就专工邀请在地的歌戏社陪阿嬷做伙唱歌戏，达成阿嬷的愿望。人讲一声饮狗仔，无声毋免来。一开喙就唱出歌味的宝珠阿嬷，伫较早是轰动内台时代歌戏演员。当地基金会知影宝珠阿嬷平常时拢一个人大，也真想要去做歌戏，就邀请台中在地歌戏社团精彩歌戏社来陪伴阿嬷。那如果我们基金会可以做得到的，我们会帮他连接相关的团体或资源呢，来帮他完成，有点像是圆梦。所以也许这个歌仔戏的奶奶呢，未来我们也有可能让她到某个地方做个表演。宝珠阿嬷有满满的好才华，不管是讲戏也是做歌韵，拢真有北来。宝珠阿嬷也怀念英国做演员真请影的光景。精彩歌戏社特别甲阿嬷西装打扮，甲阿嬷扮做英国上高做的戏出，三匹英台内面的祝英台。其实我们平常就在养老院义演。那一些老年人，其实人的必经过程，一到老的时候，就像他这样是独居啊，或者是儿女不在身边啊，真的是很寂寞、很孤寂啊。就是说，可以去陪他们聊聊天。互恁大家真多谢，来遮安尼直直甲我人，互我心肝清，足欢喜的。来探访的基金会成员也讲，独居的时代，唔那是需要物资的赞助，更加需要陪伴。也因为有众人的关心，伫年老的生活会当活甲更加快乐，也更加有尊严。记者综合报道。新外消息来关心，台中有10个所在是民众正介意去翕相的所在，其中有4个是咧公园，因为无电火较暗，有民众就反映讲，不时伫遐拢有人会翕一寡不三不四，伫遐翕一寡不雅的相片。暗时的时，若爸母带囡仔去散步，看到拢会互惊到。职员即马要求市府爱处理。爱心装置艺术配4颗有影的风景，台中市中华区的西川桥，暗时电火点到了后。正做网络顶真有名登卡的点，不过因为还未对外开放，而且桥卡真暗，佫无啥咧管理。半暝清早有一阵查甫的民众聚集伫遐，翕包括有分尸稳尸部位的相片，而且佫甲粪扫等伫遐。无电火啦，嘿啦，桥下里面遐较压贴。就看到会感觉歹势安尼。当然会啊。附近的居民若入暗，就毋敢挖进桥卡，就惊看到无应该看的物件。因若网络顶袂少人伫咧讨论的台中市10个不雅行为翕相的热点，公园都有4个，包括中仑、英才、中央，也佫有沙鹿、正英等等的公园。其实，在台中在网络上都盛传说，台中有10个适合约会，而且是会做裸露、公然猥亵的一些动作的公园。那如果有人公然在那边做猥亵的动作，或者是说有做一些不雅的动作，其实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讲，这些都是一个治安上面的风险。台中市议员要求市府爱面对问题，互民众会当带囡仔去公园活动。嘛烦恼电火条啊、电火未到会产生治安的风险。疑似长点悬放送出来无穿衫的相片，台中市建设局长看到这个相片嘛，感觉真碍摇，答应讲会加强管理，也有电火条会到的比率。我们拍照地点在哪，你都一定知道啦。那个地方多设几盏路灯，基本上这些人就不太敢在那个地方拍了啦。我们会检讨它的一个这个亮度照明啊，请我们养护单位那会去进行现地这样的一个勘查。台中市警方指出，针对伫个公开场合不雅行为，也有甲分尸稳尸部位流出来举动，有触犯刑法、公然猥亵，也有妨害风化等罪的疑虑。另外，警方执法的时阵，嘛会当以社会特殊医护法来处理，呼吁民众唔通违法。
记者综合报道。公司台积台明年全新的电视电影出《讨小女王》，故事是咧讲一个太太处理因翁留落来债务所发生的一大段心实佮感动人的故事。昨昏开始拍片，mau拜拜，祈求顺时。讨小女王的导演张修成，也有男女主角主要演员拢做伙出席开镜仪式，祈求拍戏一切顺利。公司台积台2021年全新电视电影《讨小女王》，故事主要内容是描述女主角为着要处理过往的翁婿留落来债务，开始各种料想袂到的讨小行动。就是这个角色自头到尾做的真侪代志，拢是我伫其他的戏也是其他的角色来的演戏的时阵完全无做过的代志，所以对我来讲嘛是一个真新的经验。另外，男主角张乐迪伫戏剧中扮演百姓古教练，为着有上完美的演出，伊嘛特别训练身体。我在接这部戏的前3个月，我就是有特别去重训加强，然后吃高蛋白啊、肌酸啊，就是把自己的体态用的比较像拳击教练这样子。这出《讨小女王》戏剧中演出现代女性面对困境的坚强个性和应变的能力。公司台积台除了进前开镜的金正恒的秘密《讨小女王》，后续嘛安排女性甲环保议题的影视创作，预计会伫明年的4月开始播送。记者苏静、夏桂林台北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无法度出国，新加坡航空即马就推出假影出国的行程，消费者会当坐伫飞行机顶看电影、食饭。另外，伫欧洲的芬兰航空嘛甲超级市场合作，伫超级市场内底就会当买到飞行机顶的高级料理，嘛大受欢迎。伫咧机场的大厅，乘客要等上飞机的时阵，坐做伙开讲。伫咧磅体温、确认护照甲影机票了后，开始上飞机。但新加坡航空的空姐体验作餐，受疫情影响，新加坡的民众拢无法度出国耍，也影响新加坡航空的营收。新航就和其他航空公司推出微出国体验活动，互民众去哩 A300型飞機食物件、看电影，甲机长机组员开讲翕相。Right when I'm sitting here and then I'm serving with all the food to the crowd, so I feel like I'm really traveling. 这30分钟，用餐的座位就拢袂完，有3胞胎的人客来遮过生日。So I think having this time to celebrate together, such a memorable way, helps to create like shared moments. So I think I'm quite excited. 航空公司讲会看市场的反应，可能伫疫情也未降落，边境也未开放之前，搁再增加几场相关活动。同款营收也破正惨的芬兰航空，打算2021年3月要裁员700人，为了维护家己的员工被裁撤，芬兰空投的负责人叶米尼决定用创新的方式，甲南部城市万泰超市合作，推出飞机餐，互消费者买登机厝来食。No, tällaisessa epätoivoisessa etätyöympäristössä tämähän on oikein kiva pieni haju normaalista elämästä. 这边伫超市推出的飞机餐，有牛肉南照烧酱配烘长米饭，加北极粉散肉搭配鸡油锅炖饭。这2种菜色，一份的价钱是大票440块，虽然价钱无俗，不过也卖了真好，规工内就卖出1600份。以后也有机会要伫咧更加侪超市买，也推出新的菜色，包括芬兰特色的餐点顺路肉、日本式的猪肩胛头肉。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解决可汗引起粮食无够食的问题，南美洲的国家阿根廷是正做全世界头一个批准生产基因改造麦芽的国家。不过，这是引起环保人士甲专家的反对，认为安尼会影响市场的价销，食落对人体嘛无健康。用无人机来翕麦芽田，有的所在青冷冷，有的所在是咖啡色的。伫咧气候暖化影响之下，可汗地区农作物无法度活落去的问题，都真侪年进前就一直存在。各国嘛真早就开始对农作的基因改造来进行研究。这个月，南美国家阿根廷公开批准正式甲卖机改麦芽，嘛成做全世界第一个温存机改麦芽就市的国家。De años y para nosotros es un gran honor poder ser los primeros en llegar al mercado con un desarrollo en este espacio de
de tanta importancia que tiene que ver。这是阿根廷政府甲生技公司 Biosys 和国立大学的合作，研发出会当抗科幻的麻药品种 HB4。这种抗科幻基因转化研究，未来希望会当用伫咧其他菇类，像讲黄豆、番麦甲其他的农作物，提供重要的贡献。En doble cultivo anualmente de mejor manera que con cultivos convencionales, porque 毋过，阿根廷农业部的批准，却引起市场环保人士甲卫生专家的批评，因为阿根廷的麻药市场介绍甲经营会对机械麻药出现真大的经济风险。另外，卫生专家是认为讲，机械食品会对人体健康啊个环境造成不良的影响。del cual no hay estudios respecto a su inocuidad y del cual no hay ningún elemento serio, científico y demostrado desde la ciencia independiente y digna de que no va a generar un impacto dañino en las personas que lo incorporen si esto se libera。虽然即马政府允准生产甲卖机械麻药，毋过因为巴西是阿根廷上大的出口市场，2019年有45%阿根廷生产的麻药是出口去巴西。这项措施也是要得到巴西的核准，才会当真正进行商业盈利。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气象局针对第20号的轻度风台闪电，伫头大8点半已经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明仔载风台会上挖进咱台湾，伫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要注意会落大雨。来听气象局详细的说明。今年西北太平洋上的第20号台风闪电，目前的位置是在鹅銮鼻的东南东方大约67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小时25公里转19公里的速度向西行进，因为它已经逐渐对巴士海峡构成威胁，所以气象局在今天上午8点30分，针对闪电台风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在海面上的风浪的部分，目前在台湾东南部海面、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以及台湾海峡南部都有2到3米左右的浪高。预计在这个台风逐渐接近的过程当中，也会整个浪高会逐渐的增强到4到5米哦。另外，在台风逐渐接近的过程当中，由于这个台风会逐渐的通过巴士海峡哦，那在通过巴士海峡之后，以目前最新的资料显示，它还是有逐渐偏北的趋势哦。那另外，它的暴风圈以及强度的部分也会逐渐有扩大趋势。那今仔日的天气是因为受东北季风减弱的影响，各地温度拢会小可回升。过明仔载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伫北部、东部雨会变较明显。另外，今仔日伫云嘉南、高雄、屏东空气品质拢无啥好，是柑仔色的急速。曹向清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19度，上悬29度。中部的温度上加19度，上悬有30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0度，上悬30度；东部的温度上加18度，上悬28度；外岛的温度是17度到26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